呀，当不空主要可以紧张的，主要拉不紧张，我那张，商人是那别个干的，葱吧，葱吧是吧？哦呀，大体讲的么着的，杨家人杨现在就接应过呀。多多哦，几苦的。哦，那说，你浪不钱是那浪钱哈？哦，浪钱苦的。浪钱那就也把要的吧，俺们就要的吧，俺们就也把的个人找不要。原不着要了。原本差不多，大概的了。呀，你空了门腿紧张的。但没啥的了，不么你要的吧？但不啥的了，没在那几嘛都要嘛的是，不么了没在那你要的是，得个人的。不么没是那你好么说？不么是那哈个个多。不么没这个拿落了，你要不的是，赶紧你解决过来。不了几嘛都解要嘛的是，不么你解要的是没在拿落的。好么说？哈个嘛说哎。呀，签着啊签。签哎。哦，签着。我老是给你乐龄一些。先哎。先懂一些。啊了。懂是吧？呀，这里门对你给讲着的。好么？啊了，游客是那别给搞的了。游客。桌枪吧。桌枪吧是那有个的话是那恰的吧？有个啊。桌枪吧。门卫。好的。门卫。门卫。古宋啊。大概的。呀，这里牧民。牧民行吧。牧民是那行吧的，但找不的。找吧。找不的吧？那是。呀，这里顾客。顾客啊，我不会。顾客，拉法国啊。南京搞的那个。等一下，刚就过啊。哎呀，顾客，我现在上马线怎么说？现在下他妈说。南京搞的那个。顾客，反正就是顾客。真个多。怎么说？顾客是那牛皮是吧？牛葱给。牛葱给。牛皮是这个是吧？牛皮。呀，这里理发师。这说也说了，跟这路了。这家伙是。恰的吧？北门这边也不松手。呀，这里跟上次送样有了，可是。是别个写个吧？忙了。庭院别个搞不来去吧？但你老家跟那去，点就说的，给钱忙不起的，忙起别个老家的呗，给你看去，他都不去写对是那的。第三那忙这不是用多，给一点嘛，别个给跑到用多，但那个铁东的恰下呢，俺说跟那给拉寨呢，这里的，puis这忙这不对哦吧？但他的puis的我呢，娘不空白东呀，这天里也不是那多，他是那。那是个人去，呀。